關閉手提電話，唔該。喂，我係蘇家豪，我係反對西環湖旅遊項目嘅。我而家今日發言嘅內容主要係針對民政總署嘅無知同埋無能。無知就係你哋有冇真真正正去參考過鄰近地區嘅經驗？我喺台灣讀書嘅，台灣嘅夜市一開始係有一啲嘅大笪地咁嘅形式，慢慢由一啲小食攤咁樣聚集而成嘅。佢哋唔係話無端端係無中生有，係一個明明冇人、好休閒嘅地方，突然間出一個夜市嘅。而且夜市更深層嘅意義係，佢係一個集體生產、分享公共財富嘅地方，而唔係一個純粹俾商會賺錢嘅經濟場所。而且佢係一個本土文化建構嘅一個社區網絡，同呢個社區網絡係密不可分嘅。所以民主偏偏要喺西環湖本來一個咁休閒，澳門人唯一少有嘅淨土啊，度做呢個項目，根本就係與民為敵。守護澳門，我哋一步都唔可以退。無知事小，無能事大。各位市民，大家知道，除咗夜市，舊年2至5街、桃花江，甚至而家嘅龍環蒲，全部都關民署嘅事。呢啲嘅爭議，民署根本就係唔合格嘅。民署嘅處理方法係唔合格，一次又一次觸及澳門人嘅底線。呢個主因係因為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廢除咗市政議會，將市政嘅工作交俾唔需要向市民問責嘅民政總署負責。蘇生可以盡快入翻我哋西環湖嗰個議題。民署係委託咗街坊會去收集一啲嘅意見，話以為街坊會有代表性。但問題，街坊會喺第一次嘅諮詢入邊啊，第一輪嘅諮詢入邊啊，佢哋反映嘅意見係話支持。但明明啊，西環湖附近嘅居民大多數都係反對，咁明明就係有落差嘅。佢哋反映嘅民意同真正嘅民意有落差，民署仲要相信佢，因為呢啲街坊會，包括工聯、街總呢啲咁嘅傳統社團，佢哋同民署一樣都係唔靠得住嘅。你睇下，有檢察院已經起訴嘅嫌疑犯，仲做緊領導。喺全世界任何蘇生，我希望你盡量圍繞翻喺西環湖廣場嘅議題，唔該晒啦。係啊，同埋把握時間，因為所以就係點解喺其他地方嗱，我喺台灣讀書嘅。如果台灣出現咁嘅情況，甚至香港出現嘅情況，相關嘅官員應該係要落台，以作為榜樣俾我哋呢啲年青人，唔好話教壞，唔好教壞啲年青人。所以最後我係想講嘅就係，我係堅決反對西環湖嘅旅遊項目。解散民政總署，恢復市政議會，解散民政總署。請你冷靜啲，同埋理性啲去發言嘅。或者我哋有請下一位嘅發言者準備講晒。因為唔該晒，因為咧我哋希望咧發表意見嘅朋友咧都希望圍繞翻西環湖裏邊嘅一啲議題。